你再講一次。糖糕最大嘅關鍵就係補中藥啦，你補咩都不如補中藥。中醫講啊，糖糕即係消渴，通俗啲講法即係增藥少咗，糖冇辦法被充分利用，就會堆積喺紅色嘅管道入邊。所以糖越高咧，增藥就越少，增藥越少嘅話，又會令糖更加之高，佢哋出現咗惡性嘅循環。今日我教你個千年降糖方，佢簡單方便又實用，成本又唔使2蚊雞，人人都用得起嘅。刷到視頻吧，真係有福啦！我見大家點小紅室送上一朵小紅花，唔係為我，係為你自己以後健康平安啊！方法好簡單，麥冬沙、黨參沙、玉竹沙一齊煲水飲。麥冬生增止渴，黨參補氣健脾，玉竹養陰潤燥，佢哋一齊啊，好處多到講唔晒嘅。咁重點咧係揾到好嘅材料先至得嘅，唔係嘅話你人嘅多都冇用啊！咁如果你唔知道點揾好嘅材料，又嫌麻煩唔需要自己整嘅話，你可以點擊視頻左下角，佢入邊有搭配好嘅成品啊，你帶翻去啊，就好似我咁，用滾水啊沖佢5分鐘，你就可以飲噶啦，方便又簡單嘅。有需要嘅朋友咧，快啲去試下啦！